在地人在地前要来关心囡仔健康，破病食药啊，唔能照起工，唔爱藏好，唔通互囡仔食着，因为囡仔发育还未完全，若食到大人的药啊，会真食力。有药师就整理出几啊种上适合囡仔食着的大人的药啊，提醒家长避免的原则，爱保护囡仔健康。 5岁10色药水含药破，若是一个无细腻地壳囡仔食落去。地上一个阿嬷无细腻甲止吐药啊当做是糖仔伫咧饲孙，结果互孙的心脏皮肤彩变白解，赶紧甲伊送去病院洗肺。有药师就提醒，药啊放的所在爱注意。家属的话，或是家长。 一定要把药品摆放的这个位置要正确哈，不要让小朋友拿到。医师提醒，爱乖乖听医师话，照起工食药化，药啊嘛袂当黑白放，才袂互囡仔无细力去食着。这个糖浆的话，开的时候就是说吃完的时候，1个月内里面你就不要再用了，因为怕会滋生细菌。囡仔体内器官因为还未大到在，所以对药啊吸收含代谢等等方面，含大人是有真差。 提醒家长伫咧饲囡仔食药的时，拢爱加注意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